20日早上9時49分，香港仔華富邨保安員報案，指華安樓一單位傳出異味，且獨居男戶主久未露面，擔心他在內發生意外。消防接報到場破門進入，發現老翁倒臥單位內並已明顯死亡，遺體稍後由5公餘送殮房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今日20日早上9時49分，香港仔華富邨保安員報案，指華安樓一單位傳出異味，且獨居男戶主久未露面，擔心他在內發生意外。消防接報到場破門進入，發現老翁倒臥單位內並已明顯死亡，遺體稍後由5公餘送殮房，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